嗨，唔知大家對第四代住宅嘅態度係點樣嘅呢？呢種新規嘅產品出咗嚟之後咧，就一直係爭議不斷嘅。有人讚佢係負公攤、高贈送啦，空間大氣又舒服。亦都有人話佢係隱私性差、價格偏高嘅。雖然咧有好多唔同嘅聲音，但係目前市面上嘅四代住宅銷量同埋價格確實咧會比長規嘅住宅更加出彩。上面嘅領導咧，而家喺度大力咁支持同埋推行緊好房子嘅發展所以大膽咁預測第四代住宅將來會係一個趨勢嚟嘅。咁而家咧，中山坦洲亦都係跟上咗呢個時代嘅腳步終於有咗第一個四代住宅嘅樓盤錦繡國際花城5期一直喺度關注緊呢個樓盤嘅朋友仔，心動不如行動得房率咧係最高去到130%嘅室內咧可以270度望到一線嘅湖景，超過8米嘅景觀陽台，將我哋購房者最理想嘅家全部搬到咗現實比如話88平方，以前呢個戶型咧最多可以做到2房或者係3房啦，而家咧直接可以做到4房2廁，喺保持3間房都係朝南嘅情況下咧，再送多一間多功能房俾你呢個多功能房可以做書房啦、兒童房啦、客房等等嘅，佢嘅實用面積係遠遠超過入證面積仲有110平方嘅戶型呢棟實用去到140平左右，126平嘅戶型咧實用去到160平左右，139平嘅戶型咧實用去到180平左右。咁好啦，既然講到咁好，價格會唔會好貴咧？普通人會唔會買唔起咧？咁咧，我而家咧就發一張特價表俾大家參考一下呢個價錢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佢嘅低樓層咧係去到9000幾蚊，好啲嘅樓層咧1萬出頭。呢個價格其實咧同長規嘅產品相差唔係咁遠如果係你會鍾情於邊一種咧？國際花城呢個樓盤咧，有人話佢平靚正，亦都有人話佢偏，有人話佢次。你點睇啊？歡迎評論區留言啦！